这两个情况下，你想不起来？就是技术，原技术，好多原因是，后来这个商业的确实是人手对，你要么说就没有公开协定，就不要对，长买来买的钱。Jump
지나가시는你想不想日记做人记做好的原因呢？后来这个商业的确的是你要么说就没有公开声明，就这样的长远来看一下。